那时候还太小，哦还不知道那个就是反应能力什么的。你后来做按多会表演啊，应该有很多 high and low， 对不对？就是感觉英雄归此咩很好的回馈，然后可能也有感觉我本感觉去设置的时间。其实我后来就是得你妈三星外塞啊嘛，我真的觉得越平静越好因为有时候胸烦喜蛮黑一紧喝的事情，像我其实有一阵子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给嘛个时期，差不多很前面就是一开始做表演的时候，真等你会讲，很真厉害呢，然后什么什么的，我那一阵子我真的觉得我好像自己很厉害因为你一开始其实就一直按来接轮来，然后嘎师傅那期感觉，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一把葱好像很不错后来才会发现说好像有一点太骄傲了。可是怎么会自己发现呢？就是有没发现到我发现不幸运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用哪门圈用？就是以前都会过来跟我聊天，可是有一阵子呢，他们就不会主动过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人为呢，我就去问，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一点太骄傲了，然后实力并没有到那里。古说你们的人有做社团讲，就是我后来就是大家开团剧团嘛，他们就说我们真的觉得你没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就是那种戏曲学院什么的，那个从小那个练家子，对啊，他们就说我真的就是觉得你就是皮相演法而已啊，然后而且他们还会说就讲讲客家话，他就觉得我就是在念台词。然后讲讲客家话，然后他就是说我们没有觉得你很厉害，但你好像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刚刚他糖豆黑嘛给讲，我就说原来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蛮感谢他们讲出实话的，因为有些人他不会讲，他就是放在心里啊，然后就可能就这样而已。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这件事情。